台中当时林业文化园区重新过来整理杜牧池，伫个浅水区来种水生的食物，伫个深水区来放水流茶，彰显着过去杜牧池的面貌，互当地脱胎换骨。沿步道行到水边，是要欣赏池仔内底莲花景致，民众在个等咯。当时林业文化园区内浸茶池是山城上水的莲花池，不过今年点睛的水面上无看见莲花，敢若看到水流茶，原来是准备要重新整修。我们为了重拾这个历史记忆，我们要恢复，让大家能够认识这个储木池的功能。当时文化林业园区内占地5公顷的莲花池，是过去民众热天来这看花行大所在。那我们在浅水区呢，未来我们也会种植民众喜欢的这些观花植物。改善工程除了会清池仔内底落瓜糜，卖用茶器仔来分最深最浅的所在，那打造完善的生态环境，嘛彰显浸茶池重要的历史意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